伫咧前一阵嘛呢，这台中5车标出非洲猪只，为着避免这风太害防疫柜的破功，市政府伫咧案内场装82公尺长的围篱啊，唔互接近，搁再用3站设施把这垃圾水处理槽牵起来。另外，环管署今仔日也邀请猪农和饲猪协会，要甲因解说这主喷监控系统和补助。不过有一寡猪农是举标记表达诉求，希望政府会当全面禁止用喷饲猪。工人设2.4公尺悬的加装围篱来沿个装设4形钢的架啊，钉入去涂骹，是好固定。风太要来，台中市政府甲5车非洲猪只案场封起来，周围搁加装82公尺长的围篱啊。原来的钢柱，我们后面再把它加固，加了细型钢。那另外，我们避免缝隙在中间有缝隙哦，所以我们做了一些吸力控，还有一些发泡的一个设施哦，所以让它整个的牢密度跟围设的状况是相当的牢固。案场内的污水处理槽行溢出来，佮使用夹材篷布、茶架渣啊、3沿缀条的牵起来。非洲猪只疫后已经开放外地运输加拍卖屠宰，后续还佫有代志伫反映。坚决反对厨余养猪。猪农有票据抗议，环境部环管署10月邀请中将分家4县市超过80间养猪业者甲工会，使用装设喷的炊猪监控系统甲补助。不过，猪农甲养猪协会表达希望政府禁止家用加事业性的喷，卖入去养猪场，养猪产业无法度佫经历一届疫情。家户的厨余跟事业性产生的厨余，不要再进入到养猪场给猪吃这样子。是建请我们中央主管单位要审慎考虑这个问题了。原来厨余养猪业者，他不再用厨余，他就不用装设；只要是仍然使用厨余的，作为饲料，就一定要装设。我们会补助1半的经费，那么预估最高会是6.5万元。是毋是要禁用喷饲猪？环管署并无回应。不过目前全国也是有429间畜牧场伫用喷饲猪，必须要伫年底前装设监控系统。环管署表示，每一户上悬会当补助6万5，若是无配合，会依照违反饲料法罚300万。不过若是无搁使用喷饲猪，就会当毋免装设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